只是过去有文字记载的，大概5、6千年。文字记载之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就是没把它记录。所以这个盖叶凯怎么讲？中国文化有文化，比如种水稻，我们老祖宗种水稻叫做农业文明啊，已经22000年了。所以现在有些学家提出，中国的文化有多少年啊？文明有22000年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很重视中清的中国的有记载的文化典籍，你看都讲中清关系的。重群体，总是重群体，我们不讲个人。西方的文化主要讲个人奋斗，中国的文化是讲集体，是吧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讲和文化。我们中国文化是和文化，不讲斗来斗去的，是吧？你看我们中国不强调要去欺负人家，去做这个争霸权主义。我们中国历来老祖宗反对的，不要去欺负弱的。你看我们中国文化都是讲和文化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提出来和谐世界？只有中国有资格提和谐世界。你看我们这一次菲律宾，他那么挑衅我们，我们都不动手。很多人就讲那个总书记、总理啊，太软弱了，人家这么欺负我们，日本这么欺负我们都不打他。我们中央就说，我们是个子很大了，菲律宾个子那么小，我们去打他就是大人欺负小人，这个有什么品德呢？没有什么品德。你看我们中央都是按血统文化来治理国家，不要去欺负他，他跳一跳，他不懂事嘛，是吧？他懂了事的，我们再欢迎他，是吧？我们不打他，因为那菲律宾呢，我们打他你太简单了，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把个菲律宾就灭掉了，是吧？现在我们的这个军事技术不得了，我们的部队高科技，是吧？说美国他为什么这么怕我们？我们的一个导弹，核导弹，可以打到2万公里，美国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都可以随时可以打你，并且你拿不到我们的核导弹，所以他就是怕我们这个玩意儿，全世界只有我们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会欺负他，大家不要讲中央这么软弱了，我们是中华民族讲和的，是吧？他确实不行了，我们教训一下。你看越来就总是欺负打我们的村民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把他教训，打到2歳又回来。邓小平说可以了，已经教训了，回来算了，就回来了，是吧？不打他们。所以都是和文化，重戒行。你看我们中国文化总是讲要做，你光口头上讲不行的。你看我们所有经典都是讲怎么做，从自身做起，从我做起，从小做起，从每一个行为习惯做起。你看中国文化都是讲这个，《弟子规》你看就讲行为规范，这是中国文化的第4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能。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功能啊？不能丢的了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啊，也丢不了。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4大功能，所以这个区别于所有其他民族的。整个人类4大文明古国就只有中华民族现在还继续这个保存，并且经历了这么多困难、这么多挫折、这么多痛苦、这么多灾难，越战越勇，是吧？越来越团结，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理智，越来越有智慧。
是吧？我们经济现在全世界列了我们也把台湾加进来，那我们就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台湾我们都是中国人嘛，是吧？中华民族，哎，我们你看很多世界洋行长预料啊，2030年、2025年，中国经济总量第一。因为我们中央现在都是这样的，不要削权，强大了，经济第一了，我们要支持弱小国家。你看我们国家，你看菲律宾，这个非洲那些小国家，是吧？我们那穷国家，我们做多少帮助啊？你看我们院里面一年办5期非洲农业技术高级农业技术员，高级管理人才在我们学，全部是黑人，你看，是吧？一年5个班在我们学院，教他们种什么？教他们种油茶、种油菜、种花生，学了把种子都给他们来不收1分钱，来回机票我们都是给他买的。49个国家轮流到我们这培训，因为我们湖南的农业都很厉害。还有一个袁隆平呢，杂交水稻之父在袁隆平呢，是吧？就在我们对面。袁隆平也是我们的学员，我们社会主义的学生，是吧？他是无党派的领袖。你看我们讲的民族凝聚、精神激励、价值整合、行为规范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有4大功能，只要读了，马上就变好。你看我们的学校，我提出来，读经典的学校，1个月班风好卷，3个月校风好卷。只要截止按我们的要求读1年，你教学马上变成第一，3年变成全县第一、全区第一。你看我们指导的小学，那么差的小学，1学期1年3个第一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3个第一，是吧？那成绩一下就上来了，因为学生学了这样的经典。现在的课文他老师不要教了，他都懂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是第4。第5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主要内容。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有哪一些啊？我把它总结叫4部。经史子集，这个你要了解。经典教师连传统文化经典的内容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去推广经典呢？这也4部和4门加起来就是中国